各位 Now News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上礼拜在阿拉斯加的美中2+2高峰会。那我认为呢，这场高峰会，我相信大家也大概知道，在会场中，中共的外事小组副组长杨洁篪在里面发飙了16分钟，而且呢，全盘否定美国的价值，也让美国的2位代表脸上无光。那我认为呢，这件事呢，大家不能只是看成一场单纯的闹剧来看待它。事实上呢，这件事会让我自己想起，在1960年代，甘乃迪政府就策动了一些在美国的古巴人去登陆猪猡湾，想要去推翻卡斯楚，结果不幸失败，灰头土脸的惨剧。这一场猪猡湾事件呢，还曾经就是被现在这位热门畅销书作者，就是哈佛大学的写《注定一战：美中能避开休斯体德陷阱》的 Allison 当作经典危机案例的研究。那我相信这场阿拉斯加2+2峰会呢，将来说不定也会在美国外交史上一样会被当作一个经典的挫败来研究。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首先，美国在事先就犯了3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他在没有取得中共任何要改进他行为的承诺下呢，就轻率的答应要来一个公开的会面。所以说呢，中共就反复说，美中就要进行战略对话，就是恢复类似布希时代甚至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对话，甚至杨洁篪在当场也是又重复了一下，说我来进行战略对话。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川普时代，蓬佩奥跟杨洁篪2度在纽约跟夏威夷为了香港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呢，都没有公开，甚至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只发布了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到2个人是坐在一个感觉是很随便的酒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气氛会很紧绷，所以他们刻意选择低调，就是把丑话呢大家私底下一口讲完，而不是呢你轻易的答应中共，让他在公开场合可以羞辱你，这是美方犯的第一个大错误。第二个大错误呢，他在事先呢以为自己垫高了很多筹码，比如说召开了4方安全对话的那个首脑会谈，可是呢全场呢对于军事航行自由呢强调呢并不是重点，而是反而强调在防疫跟气候变迁，这样就失去焦点了。第二，在开会前一天呢，他宣布了就中共迫害香港人权24名官员的制裁，但这24名官员制裁，其实川普时代就已经制裁过了，他没有新意，这样反而是让中共看笑话。事实上，连批评川普不遗余力的《纽约时报》都直接指出，这24名官员都是已经在川普时代就被制裁过的。所以呢，这只是新瓶装旧酒，就是这样子而已。他犯的第3个错误是什么呢？他犯的第3个错误就是，他还跟媒体放话，他信心满满，他以为我们当场跟他表达我们对新疆、香港、台湾还有网络攻击的关切，他英文是用 concern， 中共会很难堪，所以他提前放消息给媒体，比如说路透社或是华盛顿观察报，说气氛会很紧绷，他以为自己会占上风，就是你看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当场会几乎是被中共这样花16分钟洗脸，这是他事先犯的3个错误。然后当你看到中共开始撒野的时候呢，其实他应该要果断的打断对方。大家可以想一想，很讽刺的是，布林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说，你们呢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共就在你面前破坏大家商定好的秩序，每人讲2分钟，你却不制止他。而且呢，在布林肯的旁边有位女士，是国家安全会议的 Rosenberg 女士，她应该听得懂中文。然后呢，她在刚上任的时候被媒体认为是强硬派，结果呢，强硬派也没有用，大家像小绵羊一样在那边乖乖听训，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失策。她应该当场站起来，就是把这个会议停掉，甚至取消后面的会谈，所以当场应变也很差。第3个，在事后呢，他们的反应更是让人感到软弱。布林肯在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还是强调我们还是在伊朗、阿富汗、北韩等问题上呢，我们的利益还是有交集。然后在贸易、科技跟经济问题上呢，我们会根据美国人的利益、美国劳工的利益来做检讨，就是暗示可能如果中共在其他问题上愿意跟他合作，他这些问题也许他可以检讨撤销对中共制裁，其实已经开了一个口子。然后呢，虽然在会谈之后呢，美国也宣布了对新疆加码制裁，其实他只是跟进欧盟。他率领五眼联盟发表的谴责新疆的联合声明呢，虽然联合五眼联盟的成员这是有做到他说的结合盟邦，问题是他的声明里面一样没有讲到，如果中共不改，我要怎么做？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说怎么做，没有贺阻力，所以在白宫记者会上，又有记者问那个白宫的发言人说，如果他不改，你要怎么做？他只好吞吞吐吐说，不排除更多制裁。你看，又是不够强硬。只要你不够强硬呢，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呢，就是给独裁者开了绿灯。美国的软弱已经是给全世界独裁者发出一个，就说你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美国只是出一张嘴谴责你。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未来在东亚局势也会不平静，甚至中东情势也许也会有进一步的变化。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中共撒野的外交小插曲，这可能会成为中美外交史上甚至美国外交史上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谢谢大家。